你覺得讀 degree 點幫到你未來發展？讀完藝呢科專業，希望第時做樹藝師。有足夠實習機會，一畢業做 intern 間公司就請咗我。喺 DI 學嘅 modeling software 夠晒貼士，無論園景、樹藝同植物生態嘅知識都好全面，同業界專家交流，掌握行業趨勢，對考專業試好有幫助。DI 好注重實踐，讀書嗰時喺間建築公司實習，有份參與大型基建項目，仲去過外國交流，睇嘢都闊咗。呢啲經驗仲幫我贏埋獎。畢業後就喺間上市建築公司做見習工程師。讀 degree 唔止追求知識，掌握埋應用技能，先幫到事業發展。